大家好，時炒飯，我係 Jackie。特朗普最近咧向加拿大開炮嘅，基本上咧就係對加拿大發洩不滿。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就係咁講：加拿大想享受作為美國一個州嘅好處，但又唔願意成為美國嘅一個州。喺咁多年嚟，佢哋對我哋嘅偉大農民徵收巨額嘅關稅，夠啦！咁所以特朗普咧唔再忍啦。咁特朗普就話會對價值200億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徵收50% 嘅關稅。咁加拿大呢邊總理卡尼咧情緒係更加悲憤嘅，就話要撤回同美國嘅談判，因為美國要求係太多，俾得係太少。至於美國加徵50% 嘅關稅，加拿大咧就會反制，以牙還牙，就實施1美元對1美元嘅抵押報復性嘅關稅計劃。亦都將會喺9月8號正式生效執行。其實喺加拿大對等反制之前呢，喺8月18號，特朗普係有發文表示對加拿大徵收50% 嘅關稅咧，延遲3日生效嘅。因為佢當時就話加拿大同美國已經係達成咗協議，就話最終文件嘅內容咧係有待確定嘅。而加拿大總理卡尼之後亦都確認，將關稅係延遲到8月21號結束。而且係談判取得實質嘅進展。結果過咗3日之後，美加嘅談判咧突然之間傾唔成啦。咁對於呢樣嘢咧，卡尼就係咁解釋嘅。佢就話喺8月18號嗰陣時，雙方係確實已經係接近達成一項互利共贏嘅框架。加拿大就表達咗會取消部分戰略行業報復性嘅關稅，重新係對美國嘅酒類產品等採取翻一個靈活性嘅措施。但係喺接近簽署協議最後嗰幾個鐘，美國嘅談判代表突然間提出咗加拿大冇辦法接受嘅條款。點解加拿大冇辦法接受呢？據綜合媒體嘅報道，應該就係美加差唔多傾到埋欄嗰陣時咧，美國又突然間加碼啦。尤其是係有2點，卡尼又覺得好離譜嘅。第一點咧就係美國要求加拿大接受對第三國嘅貿易限制，亦即係話加拿大以後同邊個簽署貿易協議，一定要得到美國岌頭。第二點就係美國要求要擁有對加拿大礦產資源出售嘅掌控權，亦即係話加拿大嘅礦產賣俾邊個，亦都係美國話事。咁所以仲點有得傾呢？因為如果加拿大答應嘅話，咁即係話加拿大真係變成咗美國第51個州㗎。咁所以談判嘅底線一旦俾美國不斷咁樣突破，咁如果妥協嘅話，咁即係話一步步咁交出加拿大嘅主權。但係另外綜合加拿大媒體嘅報道，美國對加拿大嘅核心要求就唔單止上面嗰2條嘅，總共全部有13條。第一條就係美國對加拿大嘅戰略性基礎設施合作係擁有否決權。咁即係話加拿大必須要將基礎設施嘅領域，譬如港口啊、電信、能源管道同埋電網等等，呢啲重大嘅外資項目係要提交俾美加聯合審查委員會。咁呢個係等於美國對加拿大嘅境內外投資係擁有實際嘅否決權。第二點就係要預先對非美國國家實施貿易限制。咁即係話加拿大必須配合美國實施嘅制裁、出口管制，並且要對第三國徵收入口嘅關稅，亦都係要放棄制定獨立對外貿易政策嘅權利。咁真係好簡單啦。如果美國要貿易制裁中國同埋加中國關稅嘅話呢，加拿大係必須要配合美國嘅，亦都唔可以同中國獨立對外貿易。咁呢一點好清楚啦。咁第3點咧就係美國係要求加拿大北部出產所有未精煉過嘅主要礦產，譬如鋰、鎳、鈷同埋鈾等等，享有優先嘅購買權，並且會將定價鎖死。另外要限制加拿大本土嘅加工，同埋限制向其他國家出口。第4點咧就係美國係要求加拿大要廢除呢個數字服務稅，同埋要撤銷在線新聞法案。呢個法案咧原本係要求境外科技平台對加拿大用戶產生嘅營收納稅，並且要向加拿大新聞出版商咧係支付補償。咁即係話美國要求加拿大咧係必須要撤銷呢個法案。第5點咧就係要求加拿大取消文化同埋語言保護政策，即係話要求廢除加拿大內容配額制度，同埋要求廢除修訂在線媒體法案。
而且係要求加拿大免除美國商品同埋數字服務需要遵守各省嘅語言法規嘅義務。呢個係直情針對魁北克嘅法語保護政策㗎。第6點咧就係要求加拿大廢除加拿大優先嘅公共採購規則，就要求加拿大各級嘅政府必須要給予美國企業平等參與公共基建項目嘅投標資格，禁止係優待加拿大本土或者係加拿大供應商，即係話美國優先就得，加拿大優先就唔得。第7點咧就係要求加拿大拆除農業保護保障嘅機制，即係話要求加拿大取消乳製品、蛋類同埋家禽行業嘅供應管理體系，強制加拿大要採用美國嘅化學品同埋農藥嘅標準。第8點咧就係美國單方面修改汽車行業嘅相關規則。呢個規則就係話加拿大重型嘅汽車廠同埋汽車嘅配件行業唔會再享受美國關稅嘅減免，同時亦都修改相關嘅規則，促使汽車嘅製造崗位轉移到去美國嘅本土，咁即係話要整死加拿大嘅汽車行業啦。咁第9點咧就係美國要求加拿大延長醫藥專利保護期限，即係話要求延長境外製藥企業嘅數據保護期，又要求推遲嗰啲仿製藥喺加拿大上市，咁即係話要推高加拿大各省嘅醫療開支。第10點咧就係要求加拿大嘅能源係要優先供應俾美國。即係話加拿大向美國出口嗰啲原油啊、天然氣啊、水電啊同埋核能嗰陣時咧，就要對美國保障優先分配嘅供應量，並且係要鎖定價格嘅。咁即係話唔俾加拿大嗰啲能源供應商去對美國加價。咁第11點咧就係要求加拿大係必須要達到特定嘅國防開支標準，而且相關嘅開支係需要採購美國嘅製造軍備，用於喺北極嘅監測，以及北美防空聯合司令部嘅升級項目。呢一點好簡單啦，就係要加拿大買美國武器，同埋喺北美防空聯合司令部嗰啲軍費咧就要出多啲。第12點咧就係要求加拿大下調海關同埋小額免稅嘅門檻，譬如要求加拿大要降低跨境電商徵稅嘅門檻，要給予美國嘅零售商可以免稅向加拿大嘅消費者銷售佢哋嘅商品。咁呢一點咧，基本上就係損害咗加拿大本土企業嘅利益嘅。咁最後一點咧就係美國係要調整同加拿大嘅爭端解決機制，咁即係話要推動一個更強同埋更有力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呢個係准許境外嘅企業去起訴加拿大法律嘅法規。咁好啦，呢13點美國要求加拿大一定要去做，可以話係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同埋法律嘅。仲慘過當年8國聯軍要滿清政府去簽嗰個辛丑條約。直接啲講句，如果加拿大答應嘅話咧，真係賣身都唔得掂啊！咁所以搞到加拿大忍無可忍，就同美國反台唔傾啦。當俾記者問及到美國同埋加拿大係咪已經係陷入咗貿易戰嗰陣時咧，總理卡尼就回答：係咁嘅，當你受到攻擊嗰陣時咧，你基本上咧就喺戰爭當中。而我哋加拿大咧，正正係受到呢種攻擊。對於美國嘅威脅，唔單止加拿大總理係嬲到爆啊，加拿大社會嘅人士咧更加係嬲到爆嘅。譬如民調數據顯示，多數嘅加拿大人認為，同俄羅斯等國相比，而家嘅美國對加拿大安全構成更大嘅威脅。2/3嘅加拿大人就支持政府採取更強硬嘅立場。認為美國係值得信任嘅人咧，而家係唔夠1/4嘅。咁呢個民調嘅數字喺美加歷史上嚟講咧，亦都係前所未有。仲有嘅就係而家大部分嘅加拿大省份係禁止銷售美國嘅酒類，咁所以導致咗美國嘅葡萄酒對加拿大出口係暴跌咗78%。有啲不滿美國嘅加拿大人仲避免咗去美國旅遊添，咁導致咗美國喺上年損失至少23億美元。總理卡尼就話，今次同美國嘅談判破裂，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美方喺最後關頭就加咗嗰啲不公平同埋不符合經濟邏輯，而且侵犯加拿大主權嘅霸王條款。咁加拿大覺得美國咧係缺乏咗談判嘅誠意。咁上一屆加拿大嘅杜魯多政府咧就係一直都做美國嘅跟班狗，結果最後都俾阿董王咧加咗關稅，可以話係吃力不討好嘅。
所以加拿大嘅民眾對特朗普政府呢係非常之怨恨。咁所以喺巨大嘅民眾抗議之下，杜魯多先會喺上年呢選擇辭職嘅啫。但係卡尼呢本身就係乘住對美國嘅強硬呢股民意上台嘅，所以卡尼一上任之後就即刻調整同中國嘅關係。喺今年1月14號，卡尼就訪華，就令到杜魯多時期遭到凍結嘅中加關係稍為得到咗一啲嘅恢復，可以話一次破冰之旅。而家董王呢一直都係磨刀霍霍，想要宰割呢個加拿大。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呢，卡尼梗係唔可能同意美國呢種霸王嘅條款啦。因為如果卡尼同意嘅話，即係話加拿大就會徹底失去主權㗎啦。唔好理加拿大而家有幾依賴美國，起碼仲未淪落到好似同烏克蘭一樣嘅情況。咁董王呢種獅子開大口嘅條款，卡尼肯定唔會同意嘅。雖然加拿大喺經濟上面係高度依賴美國，但係而家加拿大嘅民意呢，同埋加拿大嘅政治環境係展現咗高度嘅團結。最起碼而家加拿大嘅民調係要求政府咧對特朗普強硬嘅，就算係加拿大嘅反對黨呢個進步保守黨咧，都係普遍對呢個特朗普強硬嘅。譬如安大略省省長福特就表示，佢一直以嚟都主張採取1比1嘅報復性關稅措施，又嚴厲批評特朗普係完全唔值得信任，因為佢會改變已經傾好咗嘅協議，亦都會不斷咁改變規則，同埋加高咗談判嘅條件。仲話特朗普好似一個小偷咁樣，第一日咧就會偷走你食午餐嘅錢，第二日咧就會將你頭上戴住嗰頂帽咧拎走，第3日咧就會連你對鞋咧都會偷走埋。所以就話特朗普完全唔值得信任，更加呼籲民眾咧必須要保持團結。而 BC 省嘅省長戴維伊比就表示，美國所提出嘅協議條款係反映咗白宮嘅真實意圖，就係要令到加拿大喺經濟上邊淪為美國第51個州。咁加拿大鬧完之後咧，美國就即刻回應啦。譬如美國交通部長阿肖恩達菲咧就即刻跳出嚟護主，痛批加拿大。佢就話，我哋為佢哋提供咗安全保障，呢個係事實，但係佢哋就利用我哋，呢個唔係朋友之間應有嘅關係。我認為卡尼咧好快會翻到去談判桌上，因為我哋嘅措施對加拿大嚟講咧將會係毀滅性嘅。咁佢仲話，加拿大係一個冇軍隊嘅國家，如果你認為加拿大會同美國開戰，並且係認為佢哋會贏嘅話咧，我認為呢啲係愚蠢嘅諗法。我哋可以睇到加拿大嘅反制措施雖然係對等嘅報復，但係執行嘅時間咧就係9月8號，咁起碼仲有成2個禮拜。而特朗普對加拿大嘅200億美元商品加徵50% 關稅咧，其實已經喺8月22號就生效啦。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加拿大對特朗普呢啲侵犯加拿大主權嘅內容條款係缺乏咗一啲預期同埋準備。中國就唔同啦，中國之前同美國談判嗰陣時咧，中國對美國嘅對等反制措施都係同美國嘅關稅措施同時生效嘅，亦都係反映咗中國對美國嘅反制措施一早已經係準備好啦。只要美國對中國升級措施，咁中國就會馬上實行對等反制噶啦。咁所以我估計加拿大呢，之前亦都冇諗過特朗普會完全當加拿大係附庸國。只能夠咁講啦，加拿大政府呢都係有啲天真嘅。但係加拿大咧確實亦都有對抗美國嘅實力。譬如美國99% 嘅入口天然氣、85% 嘅入口電力，同埋60% 嘅入口原油，都係嚟自加拿大嘅。所以卡尼亦都好有信心咁話，佢唔認為美國真係希望加拿大會切斷呢啲能源供應。而加拿大嘅前總理克雷蒂安就話，如果有必要嘅話咧，加拿大可以對能源、石油、天然氣同埋鉀肥等呢啲美國高度依賴嘅商品去徵收出口嘅關稅。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長福特就話，如果貿易爭端進一步咁升級，加拿大應該準備切斷對美國嘅電力同埋主要礦產嘅供應。喺目前加拿大嘅政壇嚟講，安大略省省長福特咧，亦都係對特朗普十分強硬嘅人。呢個省長福特咧唔係自由黨嘅，佢係自由黨嘅對家，進步保守黨。但係佢對特朗普嘅態度咧更加強硬嘅。譬如福特正在係參加呢個電台直播訪問嗰陣時咧，主持人講完特朗普話威脅要將加拿大汽車關稅
調高到去50%嗰陣時咧，阿福特直接係當場爆咗粗嘅，仲表示話咧佢唔會聽一個破產佬講嘅嘢，仲話董王係一個獨裁者同埋失敗者。咁結果搞到特朗普喺8月25號就發咗個貼文去侮辱福特，就話福特係加拿大總理卡尼嘅走狗，並且係威脅話加拿大大部分嘅電力、石油、天然氣都係要經過美國運輸，應該係要有人去令到呢啲咁嘅小丑乖乖地去就範，否則後果係非常之嚴重。其實省長福特咧係講中咗美國嘅要害，但係特朗普好中意咧就係偷換概念。明明係加拿大供應美國嘅能源同埋電力，但係特朗普偏偏係反轉嚟講，就話呢啲電力、石油同埋天然氣咧，都係要經過美國運輸嘅。好似講到呢啲能源出口到去美國，就唔係俾美國用噶，只係經過美國再轉口出去嘅啫。講到美國係幫緊加拿大一個大忙，嗱，呢啲完全都係亂咁噏嘅。嗱，正如我頭先都講過啦，美國係要求加拿大重型嘅汽車廠同埋製造汽車嘅零件廠係唔會再享有美國嘅關稅減免，同時亦都修改相關嘅規則，要促使汽車嘅製造崗位轉移到去美國嘅本土。嗱，其實由於美國高昂嘅製造成本，所以美國嘅汽車廠商咧，除咗喺墨西哥有汽車組裝廠之外咧，喺加拿大同埋美國嘅邊境，譬如安大略省亦都設有呢個大型組裝廠嘅，咁所以支撐住加拿大幾萬個就業機會。嗱，呢個亦都係安大略省省長福特對特朗普咁強硬嘅原因。嗱，咁所以雖然加拿大經濟確實係高度依賴美國，但係美國亦都同樣依賴加拿大，兩者嘅經濟咧係高度咁樣互相依賴嘅。咁所以特朗普最後都宣布，美國將會係對加拿大所有汽車零件同埋鋼鐵徵收嘅關稅提高至50%，但係呢個關稅嘅實施咧係會延遲到去出年嘅1月1號起。同時亦都表示喺美國生產相關嘅產品仍然都係會享受零關稅。咁所以呢度咧亦都係睇到特朗普見到加拿大強硬嗰陣時咧，自己就會縮一縮啦，將升級關稅嘅措施嘅時間咧延後，要去到4個幾月之後先生效，並唔係立即生效嘅。嗱，咁只要加拿大真係咁同美國硬撼嘅話咧，嗱，咁呢個膽小鬼遊戲入邊咧，我相信特朗普好大可能咧就縮先嘅。因為出咗名俾人叫做 Taco 啊嘛，而呢個亦都係特朗普過去嗰1年半時間裏邊呢個 Taco 嘅特質咧係展現得淋漓盡致嘅。好，今集講到呢度，希望大家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多謝收聽，拜拜。